來繼續正大的消息，來看民眾黨中國配伍立委李正秀，今仔日第一屆在立法院質詢到行政院長杜英泰，但是杜英泰甲立法院長韓國瑜說明，講李正秀無放棄中國的國籍甲戶籍，並不是中華民國的立委，所以拒絕備詢。儘管這個李正秀前後點名杜英泰、內政部長劉世芳、甲陸委會主委邱垂正，但是三個人攏無願意就台。李正秀只好再度甲空氣質詢，伊嘛講甲腦光啊甜甜甜、流目屎，痛罵講這是侮辱。接下來，我們請李珍秀委員請質詢。搬出聲捍衛中華民國法治的牌寫，民眾黨立委李正秀，閣一擺騎上立法院會質詢台，這邊嘛是頭一擺對行政院長杜英泰提出質詢。行政院卓榮泰院長、內政部劉世芳部長以及陸委會邱垂正主委上台，謝謝。站在對面的李珍秀女士，她並沒有依法放棄中國的戶籍跟國籍，那麼行政院也沒有義務來接受這樣的答話。杜英泰上台說是向立法院長韓國瑜說明拒絕備詢的理由，剛剛看到休困時間，李正秀家己坐佇咧質詢台，敢若咧等機會。不過到質詢的時間，李正秀閣一擺要求三個人上台，無人現，總只好家己唱曲，甚至講甲目屎滴。大家一起來成就一個更好的中華民國，交給下一代一個更好的台灣。辛苦了，李珍秀委員，辛苦你哈。好，謝謝李珍秀委員的質詢，謝謝你。到省府和院長的安徽，李正秀嘛是會議場內口告議長歌。我覺得國人都在看啦，這樣子公然的羞辱不配立委，其實是很囂張，也很不愧。國民黨立委嘛為李正秀感覺真無公平，行政院強調堅守立場，和李正秀的立憲攻防也未煞苦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